小的摄像机。小的摄像机知道吗？可以看到人的。啊，对。我现在跟你说话，他就在看你呢。这里的那里啊。不是前面和。不是，到时候手机里面可以看到。如果开的话，那可以看到；不开的话没有。办手续吗？对，10点半才10点。啊，这么晚？他们说9点嘛。谁说9点？哦，我住在一起的那些。10点，9点就跑啊。是啊。他们说9点我才过来的吧？差不多有人办过。西安过来的啊？没有，我上海的，车是西安的，公司的。他们这个。你们都是老玩家啊，看样子就老玩家的。不是老玩家。你也是玩的？我到处走走。从哪边过来的？哇，从尼玛县，扎国那边。317过来的。没有，我在这里已经好几个月了，在西藏。那你这中线也进去也转了时间长了。啊？我中线里头。你说阿里中线？这个不知道多少年前就跑了，经常跑的。以前没有路的时候都跑了。以前这里也没有啊，这里我来的时候也没什么房子啊，就几个破房子。然后路没有的，就在草原上跑，到处跑。哎，那你看，这啥玩意这么大飞过去？乌鸦。哇，乌鸦，我操，是大，这叫那个渡鸦。渡鸦。就这里办完了就没事了是吧？还有那个文旅局要去办吗？你加不加油吧？我不用加油。你这一车能跑到800多公里吗？能跑吗？我不知道，2个油箱能跑吗？那应该能。加多少？啊，2油箱干嘛？一个80，一个45。耗油不？你这车？耗油啊！什么车了？就刚才我开过去那个100型老的。猛禽？100型老的。陆巡那个。陆巡得13个油吧？15个。16、17个呢？15个油啊？这不够，15个油江巴够。不是，我从尼玛县加的油开过来副油箱。你这样吧，你2箱能跑1000公里吗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，但我不确定啊，那看路况啊。没闹过，就是。全油路。它现在都是铺装路还。因为你混合路的话，那就不好说了。我从那边过来，我从乡里面、村子里面来嘛，那边没有铺装路面，所以呢还费油一点。你们是哪里的人？内蒙。啊，怪不得。我觉得怎么那么不同啊，跟别人。啊，真是穿着所有的一切都不同啊。就办这个一个就够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次就办一个，哎，怎么意思这是？这是免责的，就是走这条路。免责的这儿办。如果你要是朝加油桶的话，你还得办手续。就是别的不用办，就是不用加油桶，就办这个一个就行了。哦，那可以。他们有的人说还要去文旅局什么办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。而且那边刚才一个朋友跟我说，他们那边就是有检查站，本来叫我办一个就够了。那边有一个亭子，车来的全部要检查，但是我具体的他们还没跟我说呢，要等一会儿呢。他们检查完了，到时候跟我说。今天早晨走的他们，我没办手续嘛，他们早晨走的。上班点挺舒服的，他们这工资又高，高原补贴，时间又短，中午还休息。
下午4点上班。上到8点6点。6点半。6点半是吧？下班几点我不知道。哎，日照时间长啊。哎呀，我在猜，我一直在想，你们是干什么职业的？怎么那么牛了？啊？比我们牛。不是，你看全是名牌，你看，鞋子、衣服全是名牌的。你看我，他不是一个档次的。我就说你们是一条风景线嘛，那4个人我个性鲜明嘛，是不是啊？太牛了。吗？那现在不是跟你们很多人吗？到哪都是朋友嘛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这带人很麻烦的，有时候合不来，路上麻烦的很。他要去那儿了。哦，这时候我那去的地方他们受不了，待2天就要跑，我还把他们送出来，那麻烦的很，没意思了。我在村子里面，那个尼玛县那边村子里面已经待了1个多月了，这次出来走216去新疆看看，看怎么样感觉？没走过这个路。对，你是光玩儿啊？拍片子呢。随便跟你们一样，享受生活，反正无聊没事干嘛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那怎么办嘛？那还没高反，那感觉还好一点，没事了嘞。啊，你们开这车不是吧？那边，那你们得带油桶了。不带。啊？都是大油箱子，改装的？都加140油，138升。哪个车？霸道吗？他这个霸道，我那边那个酷路泽。哦。140。哦，能加140啊？哦，那真是不错。说不定我们明天出发吗？今天就走。办完手续就走。啊。800公里嘛，还几个人？慢慢走噻，享受生活。像你们这样子，在风景线啊，是你们就是风景线啊，别看别的。真的，我是想慢慢走，跑那么快干啥？你办完明天走？估计如果办2个证的话，我就想休息1天。我也累了，我也没洗澡，那么1个多月，你看我。那里面没洗澡的，冻死了。你洗的话，那你住的老乡家里？哦，他收点费，给他点钱。不给。他不要。不是不要，我从来就没习惯给。要给点他们没有的东西嘛，是不是？这种交换嘛。你光给钱给什么顶什么用嘛呢？你给多少算多嘛。而且我都是很熟的，我很多年了，在他们那边，这些地方都挺熟的，所以不用给的，就买他们的羊的时候，买一个羊呢，多给点钱，就像这种。然后你从内地来的时候带一点他们需要的药品啊、维生素啊什么的，他们那些有些村子去外面很不容易。那就可以了。他这儿羊也挺好吃的，是吧？这边的羊好吃，内蒙的羊也好吃，就太肥了。内蒙的羊肥得很，这边的羊不肥。对，这边的肉都是红那个肉，黑肉。舒服。不一样，它山上跑。不，我不吃山羊，山羊不好吃。吃肉还是吃山羊？真的吧？你别说，在上海，在内地全吃山羊，但问题是在这里山羊就是不好吃。这里的山羊不知道。
前几天我买了一个羊嘛，我煮了一大锅，然后放车里，我准备走大洋路，看看能走多长时间，你知道吧？买了一个羊。内蒙的羊好，新疆的羊也不错。你过去以后，和田烤全羊的好吃。他们烤法跟内蒙那边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每次大门开了，啊，没人呐，问也没用。你就是在里头住啊，我们早办完早走。是吧？我们这个大哥是想媳妇儿了，着急回家。不会嘛，不用想媳妇儿，这边的藏族姑娘挺好的。不能胡来吧？什么叫胡来噻？这是人性噻。该打的时候就得打嘛。那我一年四季在这里，那怎么办嘛呢？他们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，没有什么像我们固定的概念，什么道德啊、那伦理啊、那廉耻啊，他们很自然的。哎，你要深入群众，真的。四哥，深入群众啊，把革命的种子，本来就是。哎呀，看你们那个样子，我跟你说，绝对就是一条风景线。然后该做的事情得做噻，不做的话完了。他主要高反，一做啊，他还有高反，高什么反？我看他身体挺好的。这个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，我就经常住在村子里面。办手续嘞，今天。森林草原资源办公室。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批件呢？对呀。哪里的？文旅局的。啊？是不是文旅局的？文旅局？不是。那这里是办这个免责的，对吧？啊，你去哪里？我们216啊。你们都是216。我们都是216。全部是216。对呀，都在排队。啊，那你为什么有比我们多一个纸呢？多个进件，不是公务。哦，公务。怪不得很特殊的。这是红头文件，这是正规的。哦，你们公务还要开别的？啊？科考啊？对。哦。我们能跟你们一块科考吗？你是我们系统的人吗？不是，肯定不是我的。跟着你玩。就是嘛。可以。还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他们专业。中科院的吗？我们地震局的。哦。这跟那个。我看到经常有中科院的人往里面跑。是。不会地震吧？里面。不是，不会。西藏会经常地震啊？对。在喜马拉雅山这边是吧？里面不会吧？里面也会。也会啊。因为那边是断层嘛。断层很多。很多。哦。我看到他们用那个人工地震找矿找油的，看到他们在那个里面，就是那个龙马乡那边，你们应该很熟悉了。啊，龙马。尼玛县那边。对对对。尼玛县龙马里面，靠龙马和双湖中间嘛，他们里面埋了很多炸药、电线。他们里面有石油。
内切一个，我不知道，我又不是内行，对吧？你的邮箱都不想花到我。你们自家的基本都是有石油。是吧？另外加裝㗎。广东的你们对呀，哦，是哪里啊？我是中国的，是不是？我上海的，看上去像本地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就是藏族的。你是经常玩这个吧？看你啊很专业，你的服装我还专业，他们专业好不好？专业。你这个专业你说专业，我不算了，我说什么？我老百姓一样，那跟当地老百姓一样的。你们明天出发还是今天出发？我不知道哎，今天能办好的话呢，就今天出。不一定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想休息，我已经在这里时间很长了。我想休息了，我在里面洗澡没洗过，我头发也没洗过。你来了多少天啊？多少天？多少年？多少月？哇，太厉害了！我们才多少天？深入群众嘛，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多好啊！你说？我们都20天的。你们20天了，很长了嘞。 20天我都觉得。但是我看你们的衣服都洗过了，那不错嘞。到底洗很多衣服，都不洗的。没洗过衣服，全部一打光了。我没洗过，我就这样。我们都很多衣服。凉就冲。今天能开好就好了，我还想着，他们说我一个人开车，一个人一个车，他们不好。就这一个手续吧，就是一个手续吧。你们要加油吗？不加油。你们是来旅游的对吧？啊，对，旅游。要去一个旅游局，文旅局去一下对岸。对啊，文旅局，还得去一下文旅局。3个不缺一不行哦。 2个嘛，3个。两个。他说是加油，加油也都开口。去加油一个嘛，还有一个旅游局嘛。对，这里加这儿不是3个吗？哦。然后加油的话就更麻烦，得马上去。他那天看抖音那个哥们儿说了半天，我也记不住。嗯。要加油要去一下文旅局哪个部门？在那里。退伍军人对吧？自然资源局。自然局那里。退伍军人就在那里。自然资源局对面。哦。驾驶证、行驶证都要拿出来吗？对对。哦。然后车上有几个人？身份证上。要他那个身份证。就到文旅局这，我就说是哪个部门？旅游局在那里，在他们搬到人事局那边了。人事局搜不到，早上搜不到。搜自然局这个对面就搬。就是那个退伍军人局的。就是那里2楼的。对。哦。2楼。行了。是不是书面的？等一下啊，要写。一半都不是办。他要是在现场办公了。去接谁了？要填一下那个报纸。先是那个到一会儿到木条片儿装的很多。没有穿过去那个枪跑。签字去了？不是。这
就是而且等怎么做啊？好开了的，谁知道的？不怕吧？它的公路那么好。谁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他们吓唬我们，那我等什么办？这条路我没走过嘛。谁也没走过，我们没走过。它是刚刚开通的，好像是。是吧？他们说是开通了1个月吧，差不多，对吧？改泽县林草居，今天来办走216的免责声明。您已偏航，150米后掉头，请走左侧车道，150米后掉头，即将掉头，掉头。您已驶入新路线。新路线快3小时21分，多走55公里，途经317国道，4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。注意，3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。2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。即将向右前方行驶，随后80米向右前方行驶。向右前方行驶，随后80米向右前方行驶。即将向右前方行驶，向右。您已驶入新路线，新路线快4小时36分，少走54公里，途经216国道，250米后向左前方行驶。注意，250米后向左前方行驶。150米后向左前方行驶。
将向左前方行驶，随后200米向左前方行驶。向左前方行驶，随后200米向左前方行驶。150米后向左前方行驶。即将向左前方行驶。向左前方行驶，进入216国道。沿216国道继续行驶14公里，当前道路限速40。140公里的地方有个检查站。这个要吗？这哪个？这要这个通知书、告知书啊，搞吃，有几个人？一个。一个人你进来。啊。行政。行驶证，这里有。你把这个填一下啊。这个是吧？身份证号。这个比你的，这可以了对吧？哦。这里是卡字错，我开了大概100多公里了吧，160、70公里。这里海拔4788。我停下来休息，吃点东西。肉还有很多，不吃坏掉了。到新疆的话，这是藏北的羊肉。
我估计是要坏掉了。因为太多了，我也吃不完。这两天我尽量吃了，哎，麻烦。这里就算是羌塘无人区了。从改则县出来已经有284.6公里。现在是1点39分，路上也没什么车，反正就是只有我一个。副油箱的油已经用了一半都多了，那我今天不知道能到哪里。那个山的背后是一个湖。还有雪山。这里是新疆和西藏交界的地方。那边有一个黑石湖，这是黑石北湖，前面基本上就是布列萨。前面的山脉就是新疆和西藏的交界。我想前面就是昆仑山吧，翻过这个山就到新疆了。具体有多少公里我也不知道嘞。走着看，这里信号也没有。您已进入和田地区。这个就。
新疆的风沙大的要命。你们今天去哪里嘛？还要跑吗？我想住在这里算了，我太累了，是吧？你一个人开吗？好，厉害。我要做什么吗？还要登记或者什么吗？不用，把那个交去上刷是不是就好了？刷完了，那边刷完了。在这边刷。可以了是吧？可以了。好。哦，还要刷一下。那是给你加2吗？哦，我们加码嘛。微信支付啊？我现金可以吗？现金？我的手机信号不行。我刚从西藏下来嘛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手机没信号了。自由签加注92号汽油快马已回领底事件。是要重新启动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手机。对。就是我西藏下来以后就没信号了。重新启动嘛，那就。啊。你把你手机拿出来。OK， 我试试看。是2G 的信号的。
什么意思啊？后面还有一个。啊？Ja, zijn maar. Ai, ga je op de afstand of dat dit? Ai, ik zit dan de afstand of dit. Weet je nou maar? Laat dat uit. 县里面现在宾馆可以住的哦，可以。有。我手机刚才查也查不到的。哦，现在可以了。往里面走就是县，对吧？对。哦，谢谢。那560嘛？可以，可以，都可以。钱给你吗？这里还是里面？钱给我就行了。啊。此次的加油量是74.67升560元，祝您一路平安，欢迎再次光临。你要是给600的话，我给你报40啊。哦。是不是600？你看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对。对的啊，谢谢。可以了是吧？可以了，可以走了啊。啊。好的，哥，慢走啊。好了，谢谢。欢迎下次再来。哦，操！What the heck?
来，哥哥。给我拿一个，有没有新烤的？没有。没有。我2个小时来没打了。那就给我拿一个吧。哪个呢？哪个这个哪个新一点就拿哪个吧。这个可以吧？元宝了啊。人有葡萄干。拿一个这个吧。可以。多少一共？啊，一个10块，2个6块。谢谢。哦，可以。500米后经过环岛，前方路段限速50。300米后经过环岛。即将经过环岛，请从第3出口驶出。进入环岛，请从第3出口驶出，进入北京东路。经过第1出口，经过第2出口。